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乐业。唔知大家好啉咖啡冇呢？有的人啊，啉咖啡係啉佢嘅味道，是佢嘅風味。有的人呢，食咖啡係一種氣氛，是一種記憶，一種回憶。今日啊，我哋特別邀請一位好朋友，我認識嘅好朋友，佢係專門係做咖啡嘅，開一間咖啡工作室。不過呢，佢除了做咖啡，佢還有幾道無共嘅專業同故事哦。到底係乜嘅故事呢？係夾邀請佢同大家來分享個好啦。馬上就來分享我哋李志明李大哥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係李志明，我係在對屏東九如來。歡迎李大哥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哦。李大哥，唔對九如來，唔係九如人嗎？我爸從此人。從此人，嗰時候係本地九如嘅天氣。李大哥，頭有同大家紹介啊，在開一間咖啡工作室嘛。喺公營嘅工作室之前啊，我先請教一下講，唔可以同人哋自家分享一下，自家更加嘅工作同樣嘅用呢度嘅專業好冇？談空來幾多幾豐富呢？我家九線條吼，可以據點啦，樂齡據點、關懷據點，帶那個愛笑瑜伽。嗰個太極拳的運動，我去帶活動時都會煮一壺咖啡，請大家飲咖啡啦。你幾好啊！都唔單止做一個運動嘅欣賞，甚至於講因為開一個工作室，還會煮咖啡俾大家食，又係講因為煮咖啡幾好食，帶俾大家認同嘅，都鼓勵人講來開一間咖啡工作室，係哪樣啊？多開始嘅時陣要分享啦，我去學東西啦，我係上課嘅時陣都帶啲咖啡去，大家改歡迎，改好啲咖啡，裡面講改好，有啲慢慢講問我講，有啲買咖啡冇？我想講冇我來開一間空調嘅工作室。不過嗰時節做乜嘅自家會帶泡咖啡過去，係自家喜歡飲咖啡呢？又係講感覺大家喜歡飲一個東西，都泡一個咖啡請大家。我本身自家嗰下飲咖啡啦。我幾年前有去那個賣一啲農產品啦，還有順便賣咖啡。嗰陣咖啡嗰冇流行啦。又怎麼賣幾好？開始有興去上課。上嘅人感覺講，尤其是空調嘅學問可以睇啦，有興趣繼續學啦。學嘅人多開始算是去朋友嘅店嘅去加嘅烘豆機啦。學問嘅有煮咖啡請朋友啦，和同學識。大家人講，唔會嗰學識啦。慢慢人有興趣去做咖啡嘅行。所以講頭下嘅時節係有去接觸到一個咖啡，自家感覺講也唔會難，有一個興趣嘅都去學，學咗慢去抄一個頭嘅啦吼。結果自家有心得嘅，去上課嘅時陣，順勢帶俾大家來去分享，大家都鼓勵人講，可以嚟開個工作室開店嘅哦，係咪啊呢？開始嘅時是咁樣做啦，因為九線呢據點嘛，下晝我夠彈性嘛，所以我有人講我挑嘅我要學抄咖啡比起來，漸漸嘅人過多嘅，所以講今年多餘嘅機會，有啲空間不愛用，我要去買一個空調嘅機器，就成立一個工作室。你睇過，自家有教佢講，人哋點解講咖啡嘅頭嘅有幾多種唔同嘅品種，炒頭嘅也有好門，頭都自家有講到嘛，最重要嘅炒嘅頭嘅，有本地有唔同嘅風味，都睇下嘅手法上有唔同樣。自家幾好嘅係哪一種嘅頭嘅啊？嘅頭嘅也幾多種啦，我感覺嘅頭嘅因為咖啡是水果，也市面上以前嘅個炒改重，有嘅啉落改苦，有啲苦啉落去，慢慢咧我感覺有適度嘅有點微酸的咖啡，我感覺改好，慢慢去了解講這酸是那個水果的酸是綠原酸，對身體改好。
我讲这个跟健康有关系。我本身咧做有咧教运动嘛，讲这跟健康有关系，所以我现在烘的咖啡豆比较偏有点失败酸的。如果浅焙啦吼，近讲人家咖啡算浅焙，人讲炒的讲无按熟的哦，因为近讲老杯市场上，尤其迄种大量做嗰种商业用的调味，但底下讲大部分会本佢讲味道够重一些，会炒的够熟，人讲嘅重烘焙，有一年够好食一种，是还感觉够提神的。自家做的迄个淡一些的浅焙嗰种咖啡，还适合到其他咖啡底杯嗰种法香啦，吼水果的香味什么，用的调味人哋台湾呢，也係講用講嘅進口嘅呀。也大多用進口個多啦，因為台灣呢也人工成本個高，所以我一般朋友嘛會種咖啡啦，因為冇一家種吼成本有，一般的消費者可能冇法度接受啊，我用那個一般都用進口個多，你睇過單純嚟講啊？自家希望學東西嘛，頭先人有講到針對一個咖啡嚟講，對學一個咖啡用辦去做一杯好嘅咖啡，一個過程之中感覺最困難嘅係哪一部分？睇學習嘅過程中，把那個咖啡嘅本身嘅最好嘅風味啦表現出來。嗰個苦嘅時候，在炒豆子嘅時候，火力的調整啊。嗰個我用心，我觀察，安尼嚟講，假使講根本你買到一個調味啦，吼，個魔術無經過個魔術師嘅調味，我用辦去處理，去尋其他嘅好嘅味道出來。一般來講，我哋買調味係，佢上面有一些資料啊，我哋看佢資料，想講佢我用嘅好。是得表現出佢嘅最好嘅味，安尼慢慢嚟去試啊。當然前面我驗調味啦，有啲調味有嗰度重蛀的啦、壞嘅，然後先驗出來嘛。你慢慢嚟去試看下佢買味最好嘅。我嗰種唔睇。一開始講對一個調味魔術師，先看佢個包裝單個佢個說明之後，然後自己去試看下先講一道土可能用嘅牛土再去試烘了，這樣有個好嘅味道。你們一類安尼自己先試過。我試過。哇，安尼有讀到講嗰種個特別嘅調味試唔出來嘛？嘛有啦，所以有做咩行無好嘅嘛，有唔是得買嘛。自家試好嘅。安尼你睇過，人哋咧咖啡啊，自己。有試過嗰度嘅咖啡啊，唔會燒啦，有嗰種無香嘅，有個人愛食燒嘅，有個人愛食辣嘅。你自己推薦講，人哋咖啡啊，個好用哪種嘅方式來去煮來去處理呢個咖啡？我個人夠簡單啊，我希望我個好嘅單純嘅東西，所以我嘅工作室主要以手沖咖啡為主，手沖咖啡，因為手沖咖啡，人推薦是最健康嘅飲咖啡嘅方式。佢是得表現出佢嘅咖啡嘅特別嘅味思。用辦講佢可以表現出來，因為佢燒嘛，還係講佢有特別嘅方式手法，可以把一個咖啡嘅味道全原本嘅安尼釋放出來。因為用機器煮嘅東西差唔多啦。人用手沖有人嘅味思，文煮同人嘅味道。嗰時朋友請好去人嘅材料咯。係啊，我來朋友來，我要為分享咖啡嘅好處，個講大概講佢嘅故事啊，或者唐人嘅故事啊。不錯，迄種嘅食咖啡，唔單止係食咖啡嘅好味道，更加係講啉咖啡講故事，係咪？所以我有講，我有咖啡有故事，歡迎來坐。可以用故事來搞本咖啡嘛？係啊。哎呦，你農村嘅都是咯。買學習吧。嗰時有乜嘅個特別嘅故事聽，而家工作室分享過嘅嘛？我開工作室冇一叫我哋國中嘅老師。高中嘅同學要來，嗰啲叫冇看到嘅，
刚才又回到那个国中时代，感觉很特别。深度这个回忆啊，好像开个同学会一样。按成绩拄拄好，大家落去隔壁是咖啡的时间，顺势可以咧同好飞安的哦。所以你要有一个空间营造像木卡呢啦，今日又过好来。安尼相对那边有一个画面出来哦，又感受到各有文土的感觉哩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原来李太哥其实个对咖啡的想法是安尼，其他个工作室一听感觉吼，各有文土，各温暖吧。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故事，等一杯茶，而家泡一杯咖啡，等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李太哥同俺们分享的自家做一个咖啡工作室的故事，不过除了也因为李太哥还有几道无共的故事里，继续来讲到佢吧。李太哥，条都有讲到咖啡，嗰种也看到做嘅方有咖啡嘅茶叶啦、茶壶啊，都贵寿司。不过而家嘅咖啡同做嘅方嘅办法有哪条关系咯？做乜嘅根本唔會帶辦法嚟，係你自家做嘅嗎？辦法吼是安尼。六队客家的特有的文化啦。有一摆去参加伊的课程，我感觉今年特别办法很有趣啦。我刚刚慢慢来又接触。我在108年的时候去参加一个那个社规师的那个课程。沙琪鬼巴师。然后他那个是在体院啦，是在有抢经费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我想讲迄阵代表给潭条的沙库社区去体院，然后想讲安尼个办法过孬啊，是在讲就北部有个桐花季嘛，南部。就他们办得很好，南部就想说，有个办法应该够大力去发挥啦，所以我就提了这个盘花的装置艺术。嗰種一個盤法可以帶過來喺香港來了解一下，人哋六對地杯吼，按貼俾啲客家文化係咪安尼？按一個盤法係全部唔自家做嘛，根本你帶過來嘅。這個模型是咧最有名的曾婉婷老師。我們提案的時候請他做這個模型。原來的盤花是無嘛，有一擺差別啦，唔係原來盤花嗰種嘅型。可以請教你睇過，人哋盤法一般用嘅法有哪條嘅好冇？有一般吼，我哋用嘅盤法，有我哋木卡常見的一些什麼鳶鴨花啦、新丁花啦，有你家裡庭院，大概都會花，都是的。木卡地方有種嘅，都頭擺人哋講嘅傳統嘅鹽辦法、新燈法，從啲韓記的還有樹蘭，還有嘅散馬茶嘅度泡出嘅有香味嘅，甚至於講還有其他含笑嘅度，反正有香味嘅法術都可以做嘛，吼。按你嘅話，人哋做一個辦法韓記的吼，其實一個辦法最不時會出現嘅都係個白骨廟。白骨廟。我記得講白骨廟嗰片時間啦，人哋去嘅看到嘅辦法，有無像有個特別安泰安獎勵，係做乜嘅喏？原來我們的盤花冇共用啦，我哋是要做這個裝置藝術，裝置藝術當然我冇共用嘛。當初提這個案時要做一個燈座啦。不過嘅提案的時候，但係經費冇按到，所以尺寸有做一些調整，有調整啦。最美哦！人哋唔自家做一個裝置藝術的部分，有個成果喺睇內，做喺樣板啊。嗰陣我是108年參加嘅，參加迄個當一開始是講個重資圖書館。
哦，图书馆。安尼个办啲攀花比赛哦。哦，系哦，安尼系邀请大家来做个攀花，大家做个梦想图安尼嘛。有邀请青商来做评比。有，有像迄个徐家珍老师嘛。那安尼老师今年最名评比，都带有一多人参加，一多人得名。哦，经过2年咯，有3、4位哦。哇，安多哦。安尼最名啊，安尼做一个装置艺术，更加还看得到无？有，那也看啊个长治乡公所挑选。乡公所挑选，做个研办的个嘛吼。哦，迄多个如果会看得到。看得到。哦，佢上做用的，就是伊咧攀爬一个样式。有像安尼，后背也咧。哦，有个灯，如果当灯做，其他个模型都像安尼。哦。佢神奇啊，佢好呢。不过，人哋嘅攀爬虽然讲係客家文化啦，吼，你睇過，人哋嘅攀爬佢有乜嘅做嘅時間有乜嘅要注意嘅事情，又係講經濟啊，萬人做唔得做，又係講有乜嘅要特別注意嘅嘛。哦，呢個問題係我特別去請教攀花嘅徐老師啦。佢講嘅人哋因為攀花是擺白公嘅啦，擺神明，所以是唔得批啦。是你的批啊？批係個香氣啦，所以批酒啦。所以拜神明是唔得批。我哋咧做嘅時陣，我用那個劍山嘛，所以擺得要夠嚴，安尼個空來個鬧。我說真是有嘅時間冇按到發嘅時間啊，看到有嘅阿姐啦，也係講幫忙，今日都拿啲寫條嘅寫盤咧，就個發簡單擺記錄喺當個，也算伊啲心意做辦法。唔過真是愛好看嘅辦法，如果從一個安尼做個風，前個角度嘅發來炒擺成一個半圓形圓安尼，係咪安尼？哦，安尼嘅話，人哋做一個辦法像拜神的嘛，還有其他的功能冇？主要是拜白公啦，係我了解是安尼啦。有啲你睇講係分享一個攀爬同沙器能做一個裝置藝術嘅時嘅，談到一個quite奇妙嘅名詞，很多沙器規劃師嘛吼，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一個沙器規劃師佢係乜嘅職業，又係乜嘅工作嘛？係用辦來嘅呀？因為我哋屏東縣政府當年啦。搞要辦一個社區規劃師，我叫佢請伊佢度，想我對社區做一些事嘅事情嘅人佢有什麼人啊？來學佢度東西啦，有學公益啦，能用嚟寫計劃啦，然後他請給太學嘅教師來上課，全部都免費的，所以是在學到該多東西啦。結束嘅時候，是在提案，有裁判，跟你打分數，那看打分數之後覺得可以要提撥多少，他會給你一個經費，去做你想要做嘅事情。如果講有個沙器規劃師係先來上課，又想去聽書沙器做事情嘅人，可以來上課去教唔用辦去做，你都可以用你自己一個想法，加上你上課學到嘅東西，去同沙器來做事情。某一天去做一個公園啊，某一天去整理乜嘅東西，也係講攀乜嘅活動都可以嘛，嗰時間你用來做一個裝置藝術係咪？想去做嘢。除了做一個之外，得到一個沙器規劃師嘅資格之後，還有聽說沙器做乜嘅事情？因為平常時有去據點帶一個大哥哥大姐們運動啦。我運動個特別，因為我根本做嘅sản婦啦，因為愛笑瑜伽啦。人是改好運動啦。人係嚟改好運動。對，大笑改好運動。因為帶一些那個律動啦，然後我請他們來笑，他們就跟着我笑，大家就會很開心啦。所以運動這個還要配合一些呼吸啦。我有學嘅太極拳啦，還有去據點帶太極拳。
哦，也个算是发通的部分嘛。啊，不过我听讲啊，嗰度嘅沙器吼，有嗰度嘅萝卜哦，边啊提嘅青毛菜嘛。嗰时候我又听讲沙器吼，有人用一种萝卜来去做改错，啊，唔能沙器规划时有做过安尼嘅事情冇？有，佢最挑战嘅有个宠资，有一个提案的名字叫时光老宅啦。哦，有改台，它400平嘛。哦，嗰時我有請你看過嘛？吼。我記得我嗰時就有看同先生啦，聽見嚟去看嚟一下安尼。係啊，嗰時嗰蘿蔔都係唔能去做嘅哦。嗰是動嘅從事嘅人吼，冇用到，佢暫時不敢能去用啦。你提案之後吼，我們一個鄭大哥啦，鄭榮華大哥。他去下計劃，申請了錢去把那個老宅啦，壞部分啊給修復，裝修，嘿，然後做一個披薩窯，然後讓社區的人或者是一些親子，來辦一個活動，你等於講原本的蘿蔔模型係大家係唔能去聽數吼。加上大家的力量，哦，本佢變做一個沙器的共創的一個起點，大家可以去聊，一個做事情，也可以一個表述一下也好，一個鞏固也好，係咪啊？就變成沙器的起點安尼。食農體驗啦，是個當地的人客家特別的一個食物啊，要透過一個食物去搞教育啦。哦，順勢大家做交流。睇交流。啊，安尼幾好啊！唔能睇嘅時節推動一個蘿蔔嘅改錯嘅時節啦。當天人，喺度睇附近人，有對一個有乜嘅意見冇？見到咩講？哎呦，一個蘿蔔之前有樣板嘅故事，係講見到咩對講啊？蘿蔔邊個睇嘅都好啦，唔能做乜嘅會去統計，有冇咁樣意見冇？唔會啊，見到有啲嘛會來看啦，講我本來嘅種改從嘅錯嘛，要。自己做整理，幾塊東西我哋嘛係有大概做一些整理啦，所以看風來又該很舒適啊。哦，用大家喺保持一個正面的態度。對。這個做嘅一個沙器規劃師嘅工作之後，感覺一個工作吼，有大部分有乜嘅成就感，也係講有乜嘅成就。我是感覺吼，對一個過程嘅好多改動東西。對社區有更多的認識的，認識沙器安尼，主要安尼。哦，順勢嚟講，這個對菜體有貢獻，有認識更多的朋友。對，哦，其實嗰時候唔可以講，鼓勵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參加一個沙器規劃師，聽數來做一個公眾事務嘅。哦，哇，觀眾朋友，原來啊，喺泰國佢除了嚟煮咖啡之外呢，佢還參加嘅幾道無共用公眾事務，像一個沙器規劃師，很神奇哦。假使講大家有一個機會，也可以從你泰國共用呢，來參加一下我哋沙器嘅事務。有限嘅時間，可以試過下先咯。更多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。哇哦！你睇過條到我覺到有個銅鑼啊，邊個睇後背係製作特別新嘅嗰種裝飾布擺呢？冇想到有個靠下嘅生意係唔會生呢，有個係唔帶來嘅哦。係啊。就有個銅鑼同人條到講嘅咖啡啦，同有個沙器嘅裝置藝術嗰度有乜嘅相同，有乜嘅關係嗎？有，主要係要下兩個字嘛，吼，正念，正念，正念講國語嘅當下，當下就講你要做乜事情，你要專心做，有個同頭都講唔想嘅分享嘅，係有乜嘅關聯嘅？就我也嗰度
休上的吼，零咖啡有翕相啊，翕个球啊，那有那零咖啡喏，所以我也想分享的就是讲，你喝零咖啡时，好好品尝它的风味啊，起码味是因为很专心、很放松来品尝喝咖啡，咱是得里面出去的最好的味是。哦，你讲用一个观念吼，希望大家有某种样品尝一个咖啡的感觉。啊，怎么个几时间你会想到用一个铜锣呢？要安泰的。我3年前去参加一个叫铜锣浴的活动啊。其个活动佮特别，有讲嗰度老师吼敲这个铜锣，有炒炖，冇有面炖、刀炖。躺在铜锣吼，你会感觉吼，好像在洗澡一样，就会很放松，又会修身，刚刚改好。躺到其他嘅上演可以本这个吃盐的表现，好像刚刚个，神器迄道森林里杯吼，洗森林浴嘛，躺一个铜锣的上演，是讲洗一个心灵的SPA的咁样。怎么个一定要用铜锣吗？那铜锣上吼，低频，个上可以穿很远，穿透力够强。我人体有水分嘛，所以它敲的时候会把人身体里面的水分产生共振。胸下係一個共鳴的感覺。一種銅鑼係一定要用安泰入嘅。嘛有嗰種無邊的啦，主要嘅嘢低音的銅鑼吼，佢唔會按抄，唔會廟會那種銅鑼，所以特別要手工去打造嘅。有啲銅鑼係用手工嘅，唔係用人講機器做嘅哦。沒。一聽我用手工，哇，安尼一太快做出來，唔知要做乜一嚿呢？所以佢有生命的啦。我剛剛敲起來，感覺就聽起來你自己就覺得會很放鬆。有到安尼敲下迄個時節啦，如果一個上癮真的本人躺係幾舒服吼，個表現，唔係講人哋一般咧敲打個銅鑼嘛，打下伊都係直接食上去食講，好戲開落誒。安尼個書法吼，有種音樂特別的音樂，佢用敲的咧，還有其他的方式嗎？有用跟磨的啦，磨的咧，可以示範一下嘛？一個也敲的，好，跟還有那個。有一種咧上木kim用，哇，哇，你睇個，等一下，再有一個上映下以後，唔但唱表述啊，更加都想去節目。不過真是躺風來啊，佢有本人的一種吼，聽，唔係講妙風咧，一種雖然講佢有上映，不過真是會本人的一種個平靜的感覺哩。一種算新的一種療癒的法通嘛。所以我哋也有嘅辦嘅團體嘅，我哋想去做音，有啲空間可以開，我有敲這個銅鑼音樂咯，它450分鐘，連續敲。哇，安尼。連續安尼敲一打一個銅鑼，佢應該有分講，某個時間可能會打個太上啊，有可能有個時間要用橋調到安尼用磨的咧，磨在浮在上面的，應該有分吧？冇安尼一直敲了400分鐘，應該唔會有本人平靜的感覺啊。我哋咧敲的時候有幾道銅鑼，唔係多一啲，冇共用嘅，有大有細。我哋敲的時候，我哋主要我哋這敲的人吼，我哋要一個平靜啦，要很放鬆啦，就是要很隨性的去敲，冇一下太上一下細上，安尼。有一天的規天嘛吼，譬如講我更加順勢，可能有大嘅，再來係細嘅，有可能係個大啲咧，有可能個細啲咧，本佢有一個層次嘛，表現出來本大家可以體驗一個表現的感覺。基本上唔一家我感覺躺風來，唔可以改吵安尼。而家嘛，改躺個好躺。今年迄個從家人嘛會都表現啦。應該講技術莫歸難，大家都會考。不過按樣辦考出吼，
本人喺平靜，唔係靠下伊吼，種本人個興奮個歐洲安尼一個心情吼，係有去拿捏錯冇？像咖啡享用啦，但係大家嘛要沖咖啡嘛，啊如果要買心情去沖咖啡，咱是得沖伊咧改好些的咖啡，改重要，按你講好咧，頭先有講到，加油一個銅鑼大銅鑼嘅發動，本大家有冇咁樣可以食咖啡嘅體驗？到時即按你講好咧，喺人家嘅咖啡工作室地方，你可以躺喺度有個大銅鑼嗎？我工作室有啲空間，特別有一個大銅鑼嘅地方。你還特別做一個空間出來，本大家可以入去躺一個大銅鑼嘅上。哇，算喺人哋工作室嘅一個體驗啊，一個體驗啦，吼。是咧點啲咖啡嗌敲銅鑼去燙。對人家嚟講冇體驗過，真是幾新鮮呢。你睇講唔知㗎對一種個特別嘅活動有興趣好，像頭頭講嘅做攀爬嘅裝置藝術也對，唔對藝術講幾有興趣。除了安尼，你還有哪度個特別嘅興趣，也係講專業吧？興趣因為我哋8月後我哋有參加啲太鼓隊，重置太鼓隊。大鼓誒太鼓啊！我們長治太鼓喺屏東幾有名。成立15年咧，加太本加伊個大姐姐們夠多啦。佢呢佢有很有活力。幾時節用辦會上港去參加一個太鼓隊，係乜嘅經驗之下？我講太鼓吼，我彈一聲，彈後來就覺得很會歡喜啦。而且該好運動，因為太鼓要體力嘛。我是4年前看到一個海報，有個太鼓的那個課程啊，來參加。參加後咧，表演拄到重置咧，迄時唔知重置有太鼓隊啊，地方有術師咧啊。有講是咧參加人個隊伍，排隊跳過夜啦。跳過夜之後呢，大家又空下來去其他嘅沙期互動啦，又係講做其他嘅表演冇有參加過呀？有啊，因為像重置嗰度互動啊，你見啊咩請你去太鼓開創啦。你開創嘅時候，佢可以表演音樂嘛？還係講佢喺特別有乜嘅動作，加入去？我可以伴有嘅畫面講可能講鬧嘢啦。有啊，因為我哋太鼓有分幾多部啊，所以一動作一都要看乜什麼曲目啦，會設計不同的動作啦。可以舉例來講嘛，你有學到唔知個感覺最難學嘅動作，又係講曲目嘅嘛？差唔多咧，差唔多，你咧都會嘛？有練習啦，所以我哋拜五有一個練習，拜一是教練會來，拜五我哋一個自主練習啦。唔過，你睇講頭都有講嘛，佢參加嘅太鼓隊地方，大部分都係年紀個太壯皮咗嘛。壯皮有時節動作咁慢啊，假使講佢曲目各夾節奏各夾嘅時節，假使講佢哋慢1步、慢2步安尼，佢哋學嘅錯嘛？唔會哦，佢哋佢有睇練習佢認真咯。所以佢哋又唔可以改睇啦。因為參加過機會啦，所以基本上冇乜困難啦。唔感覺佢哋學習嘅太鼓啊，對佢哋自家嘅身體，也係講精神有乜嘅幫助，各有改變嘅冇？有哦，因為筋骨過好，因為練太鼓是得放像50間啦。還有因為有時候要喊啦，所以那個肺活量夠好。嗰種頭都有講嘛，因為佢可以做一個運動，有時間可能。都剛接觸到一個太鼓嘅時節，可能壯皮可能動作咁慢嘛。唔過練習久嘅，佢可能都覺舒適，佢都可以聽得到嘅節奏係咩樣嘅。最難係彈拼音咧，應該要20-30人嘛。我分幾多步嘛，所以佢你打太鼓嘅時候，彈拼音咧，配合嘛。有時候我彈冇清楚哦。又會亂係，有可能人彈做薯片咧，結果人打出來係有薯片。所以，哇，這個冇人哋想象中嘅咁簡單，好冇？幾多人我配合互相配合啊。
哇，就是你在讲看，呢，伊咧太鼓迄通诶，热情的，动的，啊，伊咧迄眼咧大同路，迄算眼能够静的静态，不能够平静的，一动一静，两个发动拢有参加呢。啊，你自家对伊个工作室也好啦吼，我用办去接下也着专业，用办的想法也去规划嘛。希望俺的工作室吼是在推广伊个客家文化啦。还有说有时候像来参加一些活动吼，我带俺家己歌艺分享给参加人，俺也可以做啦。就是讲想要利用人个工作室，然后用家己个部分，本上大家来向下来推广个客家文化，甚至于讲本人哋咧客家文化，个家己接下放落有模腔个呈现，系咪安尼？因为家己是最好的一个媒介啦。你也人最多认识家己嘛。你像认识家己，马上就拉近距离啊。还感觉最好啊。再无呢，就假使讲真是无会发，人哋加上一个打通咯，马上就有模腔个效果。先本平常是咧家己，人哋真系天天嚟交流，谈风咧唔会差，也希望讲真是有一年，可以延伸出模腔样嘅咧家己文化也好，客家文化也好。观众朋友，今日啦，人哋李太哥来到节目现场，本来嗰度千奇妙嘅感受同经验咧，同自家比腔下，再来呢又有表演嘅意思，又有人哋嘅办法，实在quite丰富quite多呢。假使讲有机会嘅话，欢迎大家来同人哋李太哥腔下交流一下，某一天有模腔嘅故事会产生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谢李太哥，带来安精彩嘅故事，仲有个打通路，哇，感谢哦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来屏东市来时光小宅烘豆室来林家鼻讲故事。我抽到更加大家有各位小愿望呢田登先生来认同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喜来节目嘅朋友，记得点赞、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，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哦。